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谷》，有吧大家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谷，又到了安利老后上人向下来打最久嘅時節了。啲咧新嘅一季嘅後上太上宮地杯，安利會邀請到當到新嘅好朋友老大家向下來分享佢哋嘅故事。因為老大家討論係乜嘅咧？第四太人出去了。有人講咧，第一四太人出去了係一種考驗，會遇到當多嘅事情。今日咧，安利邀請到60嘅後上人老大家向下來分享佢哋係當定人講嘅係當定人寫嘅故事咯，掌聲歡迎！首先，老太家小嘅向用係按定人寫嘅字語。大家好，我係新嘅同學非常之 happy，老人家吹了嘅字語。喊拜就帶定人唱帶聲人嚟嗬，不要這樣，趕帶定聲人出去啦嗬。你嗌帶老人家出去。我聽呢就老太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同學帶不行人出去了，唔過媽媽動強嘅李家家家。可能要傳到，有傳到，你係強。第三就老太家小嘅係 Andy 嘅新朋友丁真。我係同校同家婆出去旅遊，唔過體力比家婆還卡差嘅英真。老飛琴約一下去運動，訓練一下。六下去運動一下。運動一下。第四就老太家小嘅係北險。大家好，我係傳動燒錢，我們個動3萬春千上千嘅帶爸爸媽媽出去了嘅北險，很友好。平沙老太家小嘅係飛琴。大家好，我係出去出門，我是為了老人家照顧到好好嘅飛機呢。那我們可以當團員嗎？我現在老人家，我係老人家嚟。老人團。所以老太家小嘅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第四太人出去了，我係最知老人心、最有老人嘢嘅小鳳。我看係有老人心嘅係技術家嗬。係啦，最有嘅係出動路啦。你可以做啲細機出去。因為老太家叫下來討論係乜嘅，所以第四太人出去了。喺명紅家同有人講咪，第四太人出去了係真嘅動態嘅考驗，到底會讀到按定人講嘅係當定人寫嘅故事，喺等大家來向下來分享啦。上下第一擺第四太人出去了，係哪一片？自己先來講下。我第一擺係帶我嘅阿公阿婆坐遊輪撩日本。哇！6,000年，算幾倍啊？坐遊輪坐一天，因為你嗰陣時係對橫濱港出發，就順時嘅方向就日本一天，後來還讀到風采，嗰時候出嘅韓國嘅片又帶一年。嗰時候要到北海套韓國嘅片就帶一年。哇！在第一擺第四太人出去了，按油錢，按本。有錢你有錢，冇存錢叫嚟存錢。我們出去玩不用擔心，又白卡還有止於。什麼？係貸款誒，TV 貸款。哇！那就算了。好，你家來講一下，你第一擺第四太人出去了嘅時間去哪一片？我妹係去日本，因為那時候日本就很首選嘛。不過每次都較特別係我阿爸阿妹當久冇出國咧，像佢哋上擺出國嘅時間係結婚蜜月的時候。哇！算一下，等下算一下，30年。哪有啊？你是免聽聽，你是免高向我張帶佢哋出去了，嗰種我時候非常的難忘啦。不錯。有人講嗬，日本對台灣嗬，真係同密切關係。你第一擺出去，當然想講，出國，我去日本係唔係？唔過台灣真係咩當好㗎？接下來有人講，自家係很知道那個崇明愛嘅事咩？然後自家講，自家係全世界最厲害、最強、最膽大，幾犀咯！黃師傅，你講係唔可以提死哦，咩都係講係最強嘅服飾，最強嘅風態，安尼做得冇？風態冇卡嘅阿公婆係嘛？一講到講敬重咧，因為嗰陣時喺外樓本樣結婚2張嘢天天，一天把我帶其他國家人出去了，也是本嘅聰明我看嘛，嗰陣點啊？大姐，咩要檢條嘛？佢咪要擔當嘛？點啊？衝着撈佢啊，衝着撈，這很重要。嗰時候我第一擺咧吼，我去嘅地方。我嘅視察嘅時間，過去了嘅天發出資，我全部查好些，我什麼該有乜該好些的，我全部查好些，安排好些。哇，很用心哦，嗰個 round down 都有寫好。一定愛。時鐘發鐘嘅時間。最強係乜嘅？最強係我去了解下嗰個地方冇快，然後我們上車開車要 Google 嘛，所以地址我乜該就查好些，當主題我食飯身邊我就提供啲附近有乜該，東江大通路。我第一站係帶起到去嘅埔里啊。南投埔里、玻璃嘅丘名，係我
天热给到撩，好半夜就去到个庐山，因为泡金文钱，嘿，去大概天，然后那夜就去个亲近农场，亲近农场又在搞鬼夜了没？半夜来偷鸭就视察到个那个妖怪村在哪里？溪头，溪头，没有，第二次有安排来记到清清楚。因为那个妖怪村有那个小木屋，你知道吗？不弄你给他带小木屋，你知道吗？很浪漫。然后在老人家最喜欢的行程就会泡脚，没有泡脚，哪有一个妖怪村泡脚？山林溪啦，有那分多金爬山，你要去山，你嘛？嘿，那这青药的，好啦，顺着他们。果然棒。就说你养到聪明爱个什么？我那個安排到好勢，佢講乜嘅好，佢講乜嘅唔好，我全部就有法度應對。最近吼，所以講係落福利吼，對，擒賊先擒王，我中伏嘅培養嘅心先中伏萬人。聰明愛，嘅白腔來受嘅，第一排但係拉愛出去嘅是出去那邊。我冇唱基隆沙吼，晏晝前未冇唱兆豐歌吼，晏晝時間，所以我帶我爸爸媽媽去台北搞，台北了。Hello，台北，嘿，佇台北，嘿，我要講一下，因為基隆市係因為我阿公阿婆過身啊，佢係提前年啊，我想講我本我爸爸挺 sad， 所以我想講不要使用晶晶體 ，OK？ 本基隆沙吼就是他驚喜啦，所以我就偷偷訂了 W Hotel。哇！韓國了。大年初一最貴的時候，因為基隆沙爸爸媽媽窮死哦，什麼代購那5星級酒店啊，想說給他們開眼界，因為啊我住的比較多啦，所以。又天音啊！我講一下，因為那個 W Hotel 躲在信義路檔啊，然後開車開過去了，哦，走進那個地下室的時候，哎，爸爸媽媽就哇，哎呦，動下，哎呦，然後降到什麼地步嘞？什麼？哎，媽媽，地下室哦，公，我們先來拍一張照片好了。到此一遊，對，到此一遊。車場要拍照。還有咯，我開始看我爸爸媽媽到處拍照啊，還 po 文啊，然後還賴群組 po 說啊，我今年哦住那個5星級酒店啊，哎呦，看幾個歡喜個面的哦，還有，因為後來媽媽跟我講一句話，我就覺得雖然法嘅上班 Q 很真的很心疼，如果唐基講該幾句話是啦嘞，他就講說爸 Q， 假使唔係你吼，我讓爸爸哦。真的，一輩子是聲音全部會帶嚟兩種嘅素材帶，韓國嘅素材，對啊，所以我就想說，那就住這一次就夠了。不是以後要繼續嗎？當年年初一都會帶幾條去住W Hotel， 再一次就很成功了。嘅飛機人帶繞去來。其實我當做得了解中白camp嘅心情，雖然講係喺台北停啊，我係長出社會冇幾久嘛，喺嗰陣時是要做事啊，做事是要收入，喺我要收入嘅時間，我是想講，我咪做得我買一下，雖然不是 W Hotel， 我應該咪也是 hotel， 我買嘅係墾丁大飯店嘅住宿。買到按鍵很有心呢，係啊，他有心好冇拜託。墾丁大飯店當有心嘛，喺我歷史講，當叫冇去按人嘅素材，所以我歷史為到嗰2張住宿券，我歷史選一天頭日是都做動去墾丁。差10度，係，10度街差唔多半夜2、3點。等一下，我收回剛剛那句董如琴那個句話。那算是假的嗎？半夜2、3點，我你講講，這可以看個日出什麼的用啊，係啊。我收回。幻想是美麗的。去到街是想講，2、3點開始就是黑呀，還是睡夢？還聽你紅起來是想講，反正就出來嘛，好輕鬆對啊，冇乜嘢給吧，想講，做到按人冇事來轉好了。Hello， 係啊，冇事來轉好咧。打開一下，黑貼箱打開，馬上就超人。真嘅，我不是只要給 Backcam Hello，他至少有1萬多塊。
你要真嘅係 hello 呢 Hello 對啊，跟應徵呢，大家聊現在。我冒充白 cam 吼，就在台北聽聽啦，咩冒充太是個按油錢啦吼。我第一擺係吐牙尾出去了，唔過嗰兩時牙尾嘅體力冇按好，因為不平嘅啊，你就想講，你有嘅話某一天我去動貴嘅地方，動演嘅地方，哎呦，你就想講吼，你就去台北隔壁吼宜蘭，按你出差就唔是東久，要比新北市到台北市好。你就想講，將一個旅行吼，當做一個同好嘅回憶啦，你就去宜蘭嘅創意中心，地方就當到好搞好了嘛，嘅做 DIY 啦，看表演啦，就當到事情做得做，又唔是出差，係做動演，行來行去會動甜啦，真健吼，唔過。動感頭，孝心代表。我真的是好啦，就是勉強給他一個懂後。懂厲害哈。剛剛應徵講到一個重點就係，其實唔是只有按演，唔是只有按到地方，像嘅消防安排，嘛該去插哪台啊，又去玻璃啊，按到地方，一個天點，真係高偏規台灣，係咩懂好吼。唔過你還問題㗎係，第一擺帶斯坦人出去搞嘅時。一定會遇到動到困難，會遇到動到嘅狀況，嘅自己先來講，他有遇過乜嘅狀況？有，因為我係帶老人家出去啊，故說一定聽到嘅狀況嘛。嗰陣時，你去日本嘅時候，愛坐嘅公車，你啲公車嘅基本嘅禮貌就係講，你愛等佢條下車，你將上去，係。不過嗰陣時阿公我就非常嘅錯記，因為佢條講講，還蠻上去就冇必要好錯。故說嗰陣時，跟日本人還蠻下車，佢條上去，嗰時我就感覺非常嘅，我就感覺非常嘅排斥。我就應了嘅日本人講，是嗎？是嗎？講到日本，應徵咩動有經驗啦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冇錯，我咩係同我家婆共下去日本了，你係團團共下去，係我第一擺同家婆共下去。貴婦卡嘅人共下去嘅總批就會講孫嘅吼就愛吐家婆，同佢照顧好勢來哦。我就想講冇問題啊，咁簡單啊。結果你旅遊嘅時間咪係要動到嘅景點嘅，我家婆吼只有動腳，你三個孫嘅吼全部吼就丟唔到佢啦。家婆也到來，所以咪咧貴團嘅人哦全部就會後上人，還啲咧請家婆，黃奶奶在哪裡？黃奶奶在哪裡？黃奶奶在你後面。就想講佢都喺度嚟嘅。人家總唔得呢，後生人呢。人家婆80人歲呢。80人歲係同講，佢叫你懂好啦。不過有個重點，因為佢冇寬東西，我在後面拿了很多東西。太寬誰寬呢？係啊。沒有韓版，這是借口，大家借口。好啦，係同邊用下去運通，等下就叫下去運通咯。因為要超白嚟叫下去運通。講到斯泰人，有一個王美媽媽，王美媽媽咪懂到故事。講到王美媽媽就係矮咧，好冇錯。你是王美媽，你也媽媽咯。王美啊，王美的媽媽。OK stop，唔該老太家講咧，家下就講到矮媽媽講有鏘嘛，其實佢鏘啥咩鏘咧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呢個鏘咧就係佢出嗰個時間後一爆火嘅，全部撞到黏。乜解就愛戴？嘿，乜嘅都愛戴，乜嘅衫褲啊、短袖、長袖啊、保溫杯啊，乜劍刀、死手有嘅。天風嘅就要帶出去。係啊，家當都帶出去啲嘛。唔過重點係帶嚟按到嘅衫褲，都給你做一兩聽。啊？其他咧？其他就不用到給你啊，唔記得走馬去啊。媽媽係沒冇寬甜食。就真嘅冇寬甜食啊，其實懂講嘛，懂嗰啲環島啊，要乜嘅事情。四季的衣服全部帶。四季的衣服全部帶。通常都是有講少有講暖，我長秋短秋乜解就愛戴。講到媽媽，講到你嘅老，真嘅會發生按呢個事情。唔過王美媽媽唔單唱按呢個事情，按呢個故事。等下講咗來，你繼續來談王美媽媽發生乜嘅事情了。唔過還有一個就係捱媽媽，捱乜老去翕到講，非常講哦。唔過見老捱翕到真嘅係，真嘅咩係非常講的。非常電影下，比方講捱有一層就懂好按用1、2、3耶，係咪懂電影下咧？比如講懂電，好，我覺得很可愛嘛。我捱幾擺翕了，捱咩懂曉？但總體咧細路捱轉來，家下捱有當工，但係不用去東京的晴空塔、雷門拍照。我轉來，剛才就攝2張，我相框起來寄給我那個丈母娘。哇！我一看講我有帶給自己的。爸爸媽媽不用訂那一片。
让大家都转来后上台上讲嘅现场哈，刚刚有讲到王美妈妈，听说王美妈妈唔但将上腹带动到，要动位翕相，动好翕相。真嘅，我唔知我媽媽看到我有乜嘅反應吼，然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係佢真嘅非常嘅強。比方講啊，講到翕相，也係反應吼，佢幾邊翕種，要不要咪翕種，要不要咪翕種，哪邊都愛翕，我就唔知叫我翕到哪用事呢啲麼？不過還有一個就係我媽媽，我老佢翕到講，非常講哦，不過佢老係翕到真嘅係。這個咩係非常講的，比方非常電影下，比方講我有一層就懂好愛用1、2、3耶，係咪懂電影下嘞？比如講懂電，好，我覺得很可愛嘛，我覺得很可愛，我就用1、2、3耶，我媽媽就會講，就大塊。我就說我想要這個表情啊，佢就講這麼的，哎呀，我唔懂冇電影下，我就覺得喺電影下氣氛完全冇了。係啊，真嘅會安尼哈，不過你下問題假使係唔帶斯坦人出去嘅時節，你要推薦去那片咯。假使喺出國，推薦那片；假使到台灣，你會推薦那片好搞好料嘅地方咧，自己先來講下。我真嘅非常推薦就係日本。咩？因為日本啊交通非常的便利啊，韓國日本食嘅東西其實老台灣唔會真差太多。故所呢，老人家去了嘅時間，佢哋嘅坐公車、坐捷運嘛都非常的便利嘛。韓國食嘅東西，佢哋咩唔會感覺唔爽快，可能都市通啊樣辦去。還有呢，日本嘅服務還有禮貌非常的好。故所呢，老人家本佢哋歡就當爽快，哎呀，佢哋就千歡喜，哎呀就超好咧。講到日本，還有另外一樣嘢，你嘅客家西郎，客家最近西郎，嗌啲講，唔係因為嗌去過，嗌吃到很不錯啦。嗌去跟日本嘅清景澤，我講強醬菜很好，對，強醬菜，剛剛我講嘅啦，因為那個它那個地方很像台灣的宜蘭。法蓮啦，就是那個步調很愉快，然後很輕鬆，然後給一年四季就都在去撩。夏天有夏天的風景，然後秋天也可以賞楓啊，冬天有雪景，那種一年四季就都在去撩。嗰陣杭州在帶斯坦人去坐嘅新幹線，他從東京到新景澤坐個新幹線，就可比台灣的高鐵。帶他們去體驗一下，然後給很方便，嘿，給插條出來哦，給照片殺就會帶個里沙，還有那個觀光景點區、風景區，啊，給優片殺就會 outlet，啊，給 outlet 有動態，做得 on 規日的，然後那風景區可以玩2天，半夜就做得去泡溫泉，日本又還要吃和牛，還是他帶老人家不敢花的錢，我們幫他出，啊，我幾塊資料我咩東西，但總然咧西龍啊，轉來家下我又。當公但也不用去東京的晴空塔、雷門拍照，我做來個我就卸兩張，我不用問我做嘛個，我講哦，我相框起來寄給我那個丈母娘。哇！我一看咁麼，我又帶佢出去了。寄給爸爸媽媽表弟那一片。沒，要做你的面子，咁麼也定下副卡嘛，我要讓佢塗後啊，我要證明給他看。真見動會哈，動會做面子，動會做，但數萬清後，動會做，心機很重，真的，你要最好啦，從來講，哎，你要拜屍體幾多錢啲嘛？夠斬頭，就要講啲重嘅啦，係咪？我講到白劇，咩推薦日本係冇？日本係最好嘅素材，因為我去過，還有嘞，這是理由嗎？因為它有我的足跡啊。好啦，咁個，因為我爸爸媽媽係到日商公司營業嘅，所以我想講，假使有機會啊，我只聽我帶我爸爸媽媽去日本去教，日本了 W， 日本就 W 嗎？唔知啦。我想講吼，因為去年我爸爸上一個時間啦，我想講，我上網查一查機票，還不錯，便宜，已經算一下哈，應該做得。結果我媽媽就開始哦，我興致缺缺的這樣，然後我就說了一句話，我出錢哦，我媽媽就說，那我來說服爸爸。後來係因為我爸爸哈，就是會擔心我花太多錢啊，所以就想講哈，推翻了時候的啦，就夠了啦。爸爸就是省錢的客家人，這重點應該就係最後某天，重點在這裡啊！日本就講到出國，大家第一集上到正經喺台灣，應該韓國、台灣、
日本就是俩3个國家嘅鄉下來搞嘛。不過主題倆條國家嘅話，到底係要推薦哪條國家咧？你家嚟講下。唔錯，像家下講到日本嘅，其實新冠都未吃到日本係第1名，不過後面沒有帶阿爸阿妹唱去到歐洲啊。貸款好嗎？不過其實我知道歐洲啊，係非常適合阿爸阿妹去嘅，因為嗰邊天時啊、空氣都當好，然後嗰邊建築啊，我知道將我阿妹就當好翕相嘛，其實真係去到那邊就去到那邊，就非常嘅滿足啦。然後嗰時間我哋去歐洲有一個假日市集，嗰邊就當好用料，韓國當好買東西，我媽媽就到嗰邊。幾下就到嗰邊，佢就動滿足，係一頭來就要懂知道，懂讚，歐洲讚，哎呦，歐洲讚，我覺得李家的媽媽真的懂厲害，翕相翕幾下就，真嘅，用了行路行幾下。我還會講一下，我劉松柏去看櫻花樹，就櫻花樹，我們拍200張。真的就給那一顆而已200多張，所以我覺得我媽媽真係樹哈，你在哪裡拍都長得一樣。大家剛剛講到就係出去了，不過到台灣到底係有乜嘅旅行嘅方式，像飛行來睇下，小記一下好冇？我是到出睇係坐飛行機啊，其實國內從我推薦嘅係魯陽。哦，露營魯陽。因為兩下動到魯陽嘅位置，從我哋冇看，其實動作以前是可以是魯陽，可能20多年前是可以是魯陽。那時候真的是魯陽，該東西到兩下冇可能，兩下動到魯陽的嘅位置都很盡力都非常好。兩下你去魯陽就可以有洗澡的地方，從該東西是冇啊，和動到魯陽從營地佢都盡力都非常好，所以東西合。慢活，所以我知道東西係龍應家。對，那種定點露營吼，定點咩路讓到台灣咧下東西行，古時你帶龍應家帶女朋友、男朋友，然後老朋友共下去搞嘅時間，不會無聊。有時間人較適合，因為個門咧吼，唔會碰龍應家，專門有年輕人。真的，如果講到出去搞嘅時間，就像你一開始講到，出去搞到底愛團團，也係自家吃出旅行，也係動態嘅選擇，請大家分享下，自己先來講下。之前人家講啊，去日本交通非常的便利，不過呢，我係感覺愛團團下好，因為之前你就會吃出旅行，故說就算兩邊嘅交通非常的便利，不過吃出旅行你還會影響路啊，跟老人家嘅腳非常冇好，影響哦動腳啊、動痛啊，又咪動到嘅問題啊，故說呢，那些團團嘅話，你就係方便，就做得坐嘅遊覽車，行價非常重要，因為老人家買東西會買青島，希望人媽媽。有在聽，你就會聽書看，因為呢，從阿公就會講，幫阿婆拿，阿婆手會痛什麼的，佢就按講，好，你拿，然後就變成我們，你非常的辛苦。故說呢，用完團團，你買好東西就變到遊覽車當紅，你唔會清辛苦。好，帶老人家可能需要這樣。不過講到團團，是不是慧清也可以？你要支持團團嗎？團，為什麼阿媽發生過事情嗎？因為阿媽她只聽導遊的話，導遊和阿媽講，我現在上廁所一直乖乖一偏手。哦，係啊，因為本來我是去到東京縣，我哋去遊樂園。結果阿媽是我哋有偏手很幾上偏手嘅時間，佢唔愛去。他冇偏手嘅時間，其實他就尿急，他尿急就算了，佢還吐在我樓門向下講，叫佢清偏手。嘿，結果其實簡單清冇路轉來，我直到阿公去到佢原來的地方一直等到阿公等不到，有廣播嗎？下次出門，我唔敢廣播，因為我知道廣播他又會去別的地方，佢可能我請服務台又去別的地方，所以我一直一起等到佢。自家簽到路，這下次要帶2、2袋出門。係啦。如果講到呢一片，你拖老人家出去了嘅時候，真係會遇到當多嘅困難，像家飛行講到，老人家衝走、勇敢晒，遇到呢條情況嘅時候，你要用辦來處理咧。下一段節目，你上來繼續來講了。所以我就想出一個方法，我先上面去做功課，我就發現到一聽錯愛買動後生係咩上愛，我英語嗰個時間我就急㗎，突然間家婆講，呀個動厲害哦，我呀後生就啲咧買，用路上第1名哦，就很易買太過後咧，政府卡就礙失啦，按。幾好貼咯，網上幾付錢。
欢迎大家都做来后上台上讲吼，你加油讲到带电姿态人出去了，接上要遇到这个无法度想象的事情。有时节係好噶，不过有時節會等人驚，發生了條無法度去預測嘅事情，用辦來處理咧？你家先來講下。哦，像講係知道生來就較無好用嘅嘛，比方講係爸爸就懂唔好用嘅，如果講啊，我冇想愛去啊，你就去出去啊，我冇想愛去啊，唔講我就會知道很掃興嘅感覺。故說幾時節係講我就生冇去用嘅話，我就會先請到嘅咖啡堂，行過嘅咖啡堂聽說 WiFi 要全24小時都可以用，幾年都得用。還會有插座，係行過有插座，行過24小時都得用，行過下載以後給他翻譯啊、Google Map 啊、遊戲啊、本機，然後我就自己就做得。自家就去用嘅咯，我所以係懂開方法吧。比如講，3點就嚟咖啡堂門口見面。嘿，自家啉啦，自家啉啦，好。係唔係唔得去4點鐘轉來？有上示威啦。爸爸好可憐。係才哥習慣的啦。才哥咧，好，給認真來分享下，遇到嚟到無法度預測嘅情況嘅時候，用辦來解決。比如講咧，我同阿家婆出去了，係團團咩？啊團團聽說要有個行場就去買東西，我最驚同阿家婆出去買東西，因為廣東人家婆親就懂定人驚。因為太貴嘅，老人家唔會買，啊唔過又冇買，有時候乖乖出來了，聽說會買啊，買紀念品，買紀念品，媽媽咪係。比講太細架副卡就有個乜嘅磁鐵啊，真的，都會買這一連串的那種，但到平常檔吼，一送又送唔提，本批人講，哎呦，啊我去 Okinawa，我送唔嘅磁鐵，上講係要冇錢，因為我要錢好佢，嗰時候我就頭拿動通啊，背面我就想出一個方法，我先送命去做功課，我就發現到哦。一聽錯愛買東後生係咩上愛，啊係應呢個時節後就急㗎，突然間家婆講，哦呀，佢懂厲害哦，我呀後生你就知咧買，用路上第1名哦，就很易買太高後咧，政府卡就礙失啦，按。你紅街了，網上幾付錢，家婆好容易被洗腦，好可怕。講到呢個遇到呢種無法度去預測嘅事情，用辦處理吼，強叫嘅客家西龍要留搞太假了。咩？我準衝師太嚴嘛，即係大家講我路線都有規劃好嘛。我出去了解，我問問佢條，我啲講你附近呢有乜嘅好食咧？我就想什麼嘅，好冇人講法就愛講法。他們有想要吃的就照他們的嘛，喺冇方法就愛給聽。啊，個還有就講，一種功課要先做好，要設幾多錢，要現在了嘅門票錢，嘅錢啊，冇本師太嚴低。真嘅，還有要知道哈，要停車又要付錢，不能抵消費。師太嚴都會困了，要種小錢我們來處理，我不應該就抵。有的人懂得險，我哋就有在切走。帶他去親子餐廳，像阿爸阿妹就懂得險，冇可能。不過我帶他去親子餐廳，我還帶點夾筍的呢，夾筍的呢，係嘛？那個湯圓要玩溜滑梯，爸爸你要不要帶他去？好，就去。啊，湯圓要去玩沙，媽媽我要帶佢去嘛？哦，好，就去，我就在坐在嗰度等。哎，下次就吃鹽的啦。哇！要麼跟行車，只要有它的那個有湯圓就好。還有夾筍的哈，現在嘛跟問題就沒問題。再生一個了，多生幾個。一個我爸爸那媽媽那邊，一個是我那個昌明愛，聰明樂跟住對冇？分開玩。真嘅，你個小鳳意思係唔太夾更聲音嘅。哦，大家看到聲音啊，有順萬事就係咪按你講回去？因為老人家小順了啦，係啦，我嗰時都係，反正你圖老人家出門是係從圖聲音的出門講有順的啊？我冇順的，我係比方說是你圖老人家是從圖聲音的，佢比如講去到印度嘅會說像乜嘅西倉啊，乜嘅，係是動中語是係長洲，所以我是係比如講去到飯店。是飯店櫃檯才是那一種名片，當不下偏法，緊急聯絡人，封建號碼就下，然後叫他掛在脖子上，戴在身上，安因是走在耳風環節啦。老師叫我強用，帶狗掛，帶狗牌。那個是那種，那到阿媽孔有啊，前車之鑑，反正你去到哪有手在送片的時候，會不會說？你是在喺唔記上片？係，真嘅，對，冇東西你自己冇干冇散，真嘅會冇干冇散，而且最重要，出去找不到偏手，你點會給我？
我讲日本汉族的，因为日本蛮难还偏少，我们去到个欧洲啊，还有其他地方，你整个叫到冇木接，古早个飞去那方法的，忙落雪，你先补炸，落雪的期间因为冇赶冇晒，好，不过现在要讲的是，你出去的时候，接上会染咖、会草啊，为到马改来草来治愈。我感觉就会因为钱，因为錢到嘅東西，你喺有時間講啊，你啊做地發錢到嘅錢，像講嚇小朋友講，做地發太錢去買，還是去試。唔講老人家就講，哎呀唔好啦，當浪費啊，當大送啊，要唔是花咁多錢啊，你買便宜嘅就好。古時呢，我就一隻風範，就係有一擺我老係阿公阿婆去迪士尼蘭度講，迪士尼蘭度買嘅東西都非常嘅貴嘛，像筆啊，唔講非常嘅電影下。佢一張會1000塊台幣。我就真係清爽誒，因為佢唐老鴨聽電影下咧，嗰時我就講，你哋去送片送啊，老人家時常去送片送，就去送片送，去送片送，記得去送片送嘅時間，趕快搶去買完，然後放喺包包裡，記得就唔抵咧。記得就唔抵咧。唔抵咧，因為我放係去搞嘅錢啊。多了下阿婆咩唔抵？唔抵，因為大部分可能記得我們講幾多錢。你可能你550塊，我就講80塊，冇相關，阿婆唔抵超冇關係，我有夾嘅 Facebook， 我老連接你去邊連接全部阿婆。我講啊，這麼便宜，然後還買10扎針啊！人家咁便宜，都用冇買10扎咯。然後說是限量的，買唔到了呀，只有一扎。一上一槍都得買一扎，還買唔到一扎，還冇在活動的錢，還沒演價。平庸的意思，嘿，我們最常遇到就講，哎，給你買便當，我買日式便當，然後要80塊，日式便當那有可能按便宜咯。哎呀，就是買個焗烤飯回來，100塊。哎呦，其實就假設知道講，只要超過嘅錢吼，就知道哦，你有冇按貴，你還沒嫌跟沒嫌，啊，個還有個喜奶啦講，當講去到一隻蔬菜講，當豬頭日頭聽人唔想出門，好，人哋就等到下豬頭天時好了，講佢上衰模嘅，就要睡午覺啊，不是咩？那個都特地去到那個地方啊，當快嫌啊，去到買，哎呀，又挺便宜咧，講帶唔好。但係聽好又講聽貴啦。是嘅，咪話啊，一行做地啦。一行做地要每日幾多錢啊？我付完啦。係，是。最近吼帶4太人出去，接上最強係嘛嘅，弄，喵，你不要來。聽白了。那你下次自己在家，讀出來老一個按你係嘛，嘟到錢係咪會抄？真緊，只聽係錢嘅問題。我錢係你嘅問題哈。唔係，我係中白錢啊！冇，前日前個我老我朋友打嘴鼓嘅時間，跟老我講吼，他們過年的時候全家人去沖繩玩，然後呢去沖繩玩嘛，提着白喜啊，那個我朋友就想要到處去看看，到處去玩，到處去吃啊。我給爸爸媽媽窮樓咧，窮平咧，他們想說啊，我們待在飯店時候咧啦，你講吼。那我朋友就想說啊，發簽了，為什麼要待在飯店呢？所以他們就常常產生爭執安用。最後我朋友真的受不了了，發瘋了，他就講說，幹什麼你付錢，我還緊英雄來嘞，直接跟他爸爸媽媽這樣講。我聽完之後，我羨慕心爆發。哎呦！是付錢是昨天出去了哦，這麼好的事情還抱怨東抱怨西，這樣爸爸媽媽會傷心哎。對啊，傷心太平洋。不是，喺家家有看到充電嘛？唔是付錢。有一上人穿了按多錢，又帶爸爸媽媽去 W Hotel， 喊險先配上唔是付錢。哇！你怎麼會這樣？我梗係馬莎，回傾講係唔係？係啊，中白錢啊！中白錢。啱嘅，回傾也不卡回到乜嘅來炒嚟個出去聊嘅時間。我回到錢啦，回到酣暢安排。因為老人家佢可能係啊，佢就出去聊是1分1秒都做唔得打鬆。那東江佢問我講啊，接下來嘞，然後嘞，我是知道哪有那麼多然後啊？係啊，佢知道有可能係自家不抗應該關係吧，所以佢都大家都講得很直接，東西加講，我是會知道，那你下次來安排。真的，我也要分享，假使大夫抗疫出去一個時間，比如講我會前2-3年，還前1-2-3個禮拜就寫個行程 schedule 嘅 rundown 先做計劃書。可是我不會寫細流啦，就然後記得哦補一款，然後可是呢，真正出去玩的時候，你等一下為什麼該？你看第3頁。所以
我不要，你跟我说，等一下你要去哪片身？哦，那基本安普亚太呢？第5页。很厉害。没有，但是爸爸妈妈永远不会看。你就老以前之后，记得切堆，所以我好。动作来，根本不会反。你少一个流程。故事我都冇 schedule 啊，是还是你 schedule 字太小？不好意思，所以你前一天晚上做泡泡也有吗？那乖乖抽袋，我放头里。做简报黑幕，真给，对我下次用16字，上次用12字。葱油，用这很不过大家讲到按好嘅回忆，一定会有懂好懂针對嘅回憶。下一段節目再來，你繼續來談大家嘅分享了。我最難冇可能。19年為20人嘅，她係小女孩嘅5歲時節，記憶好呢，她係小女孩嘅時節啦，買翕相嘅時節就會弄起鼓動，冇錯，比如講，家婆經濟獨立，對對對，來頭頭，來下巴頭什麼的，來下腰，下腰就下腰。歡迎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家大家講到動到親像老師睇完出去了都冇好嘅回憶嘅感覺嗬。不過咧，你出去了，聽說還係會有按照難忘、填表唔同嘅當好當珍貴嘅回憶。你下請大家回想一下，先來分享一下自己。我最難忘嘅回憶就係你全家人去高雄了，因為可能係國內嘅旅行，故所咩下封片咩冇嚴格，行間呢幾擺嘅旅行係。我阿公離開前1年，你全部家人看下了，因為那些出國去了就很難，係全家人都多。故所呢，你就選擇去喺台灣地杯度搞就好咧。嗰啲阿伯嘅旅行，你唔但止冇嚴格呢，你嘅感情咪更加好咯。小妹妹係冇，她需要掌聲，再給她一次掌聲。好啦，先放來講一下你嘅心肝肚最填表唔同嘅回憶，係咪？冇乜嘅算旅行，較搶出去聊。嘿，就幾日咧，嗰陣時係人阿爸叫我去釣魚嘅。像愛咱呢，波浪的嘛。因為嗰陣時釣魚係夾興趣嘛，佢話前1年就先準備好，讓一大早就放起來，煮麵哦，去甲煮麵，因為。那個要出去玩1整天嘛，故說要身邊較會飽。我以為要鮪魚嘞。我也是想說，煮麵比那個5啦，4、5點就出發。然後這種就是抹掉過5年。4、5點大早就出發，安尼出去釣幾日的。啊，為什麼會印象深刻？好多幾片幾日。為什麼會印象深刻？你知嗎？當到野外哦，但是帶細人的出去釣，係為到看細人的釣歡喜張戲嘅。我係細甲佢結拜係夾興趣。給他心頭，而我們小孩陪着他，你可以感受到另一半是他很開心，哇，就有個落差感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就是你很有孝心啦。哎，你可以這樣講，哎，冇錯喲，哎，就知道，哎，看到佢釣嘅哦，佢當歡喜哦，哎，就說，哎，蠻久嘅感覺。好啦，其實也有種。我唱嚟啲還可以啦。至於員工兩片動貼片唔講出去日本啊、美國啦，也係安排嘅動態嘅旅行。不過你係計量子啊，當珍貴嘅鄉下嘅翕相，鄉下去釣魚嘅畫面，最簡單，最簡單。回去來分享下最難忘嘅回憶。我最難忘可能19年為20人嘅，她係小女孩嘅5歲時節。記憶好呢，還係小女孩嘅時節啦，係啦，就我姑姑，因為佢當後生佢是嫁去美國，所以佢其實轉來嘅時間都凍少有機會就轉來，和解擺我印象當深係佢轉來和我哋是爆茶，貴隻遊覽車都係我哋無卡。一家嘅概念，和我哋是去環島，哇，係，和我哋是，比如講我哋要去花蓮，和花蓮，因為我姑姑佢在美國嘛，佢在俄亥俄是係只有颶風嘅地方，係，即係乜嘅都冇，和佢去到花蓮看到嘅海岸線啊，還有清水斷崖，其實頭路都嘅，哇，微滾係，微滾係啊，和我
係因為解擺嘅厲害愛長啲，其實當到台灣嘅為所愛都冇去過。真嘅。係，佢為解擺按用爆差、未冇時差嘅壓力，所以其實當輕鬆，佢去到當到為所只係定點，所以是做的就是深度之旅，看東都冇空用嘅東西。認真來分享下最難忘嘅飛機係乜嘅？我知道旅遊對我來講最重要嘅就係飛機啦，吼！啊，我同我家婆出去了解時間，80歲其實韓州的同佢出去了解時間。也係越來越少啦，係啊，去100真嘅係少100，嗰時候我就會去動到嘅相片，再過來就係平常時間佢都會卡無聊啊，轉去相片寫出來後，佢做得當你看，還做得同朋友對啊，你看咯，我去那邊咯，我就發現到，相片就像按呢。當無聊，嗰時候我翕相嘅時間就會弄佢鼓動，冇錯，比如講，家婆家婆來經濟獨立，對對對，來頭頭，來下巴頭什麼的，然後下腰，下腰就下腰，還有在之前拍個手機都得拍一些動圖嘛，然後我就跟阿婆說，來我們要這樣子，然後阿婆翕出來嘅時間，阿婆就會這樣，影下，阿婆咪咧，你係團團咧，規團嘅人就看你啲咧，弄古董啊，我們講小丑，然後娛樂大家。結果我就發現到其他人在學我們，導遊會說來拍照，來一朵花，跟那個李家的一樣，來一朵花，係冇錯。真嘅，我知道帶斯坦遊記係阿公阿婆皮嘅兩種嘢哈，真嘅會聊記。因為佢平常呢都安拘謹啊，很拘謹。那出去就見聊記，一轉來就冇窮人。講到帶波卡嘅斯坦跟出去聊嘅時間，假使還有100機會，下次還要再帶他們出去玩，你要做什麼準備？按用班安排來李家。我們所講家下做事裡面有講嘅行程，佢就完全唔會看。真嘅。係，佢到用心來去做，佢完全唔會看。我心碎。係，我一下咧就有一個方法，就係你傳動到嘅 YouTube 嘅影片，幫佢哋看。因為我一下 YouTube 就係動到就係去國內啊，也係國外啊，去那邊啊，佢就當用大概食嘅東西，我去那邊食啊，翕相嘅景點啊，去那邊去張做得啊，就動到嘅資訊都在影片上面。故所我知道用 YouTube 嘅樣片幫佢哋看，幫佢哋現成嘅時候係最好嘅方式。真嘅，你要動後放吧，我就不用再做行程表。冇唔錯，但我自己還是要做一下。去感情好做。對，我做 PPT 的時候，來，我們看一下第一段。我們第一天去大阪黑門市場，看馬街，賣馬街，大家來看一下。好，10分鐘就過去了。阿年懂吼，很佩服佢。係啦，地點嘅行程我每次都當重要。比如講，從我帶人家出去是係第一站是係貼少農嘅為數，某是貼人嘅國家可能係唔會先。韓國是奉片，比如講阿媽會送片數嘅問題，係真緊吼，係啊。韓國再個話是係比如講航路嘅距離遠近啊，某是嗰種係貼送貼下嘅，咁可能我們唔會考慮。韓國是係講抽分嘅飛行機會抽凍球嘅。係抽凍球界，比如講從去美國，但沒有，就是要仔細考慮一下。抽就18小時，抽到10波嘅面睇。係啊，從阿媽可能佢抽到美國嘅親姑姑，韓中間還有轉機，是對佢來講是係凍甜嘅，太久凍甜係。韓國唔講國內嘅，反而是可能咪唔會先，伊都是係。後生人好稀罕嘅景點，比如文青風係嗎？係咪個文青咖啡廳啊？完美咖啡廳啊！不就是被中了？我叫媽媽凍好，係叫媽媽做的，叫媽媽做的，所以人家都特性嘅為所可能啱咪唔會先，因為老人家可能會冇買興趣。可能老嘅媽媽做朋友做得，做得，用下去。去了這個地方就要去啲大老人家，去到日本我要看富士山，他們只認識富士山。係啊，人家都做飛機嘅啦。你有冇去用寬法冇？咩人啊？做準備咪好，嗰種咪濃嘅出隻團車就好啊。好，你下轉去團車。如果見到你還唔愛啊，因為我有教育見到你嘛，有個行前教育很重要。你看看阿忠顧忌做按到功課，我見到冇堂，安尼做唔得。我行前教育，我禮拜我揭散，係嘛？司徒3年級，我揭散就幾日嚟，我行哦。所以要先練習。用都有樣片嘛，你先看清楚哦。這個不卡有練習。我先看到，假使我寫翻前1禮拜，等於就要運動，係做復健哦，給佢準備。你睇真見睇哦，我做乜嘅準備真簡單。
冇係湯圓。我就搞緊用嚟晒奶就好啊！佢就話愛講阿公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啊對，我就搞湯圓晒奶，我就做對。这个汤圆都被他教坏了。利用了，实在是爸爸從前寒心嘅是咸湯圓。搞白嘅啦，เรา某一陣 key 係冇，係啊，係嘿咧。出嚟上什麼街嚟就講湯圓，你去跟阿公講安別什麼街。真嘅完全沒有建設性。对，เรา自己係應該遵守 key 來聊自己嘅熱愛係咪？我們來聽一下有建設性的答案啊，影子。我真經係有建設性哦，因為我漢擺上會推我家婆去米粿了，唔講米粿真經係動演，阿爸是人生嘅大伯就會講，喲，我有骨唔好無愛哦，吼，我就講阿婆去嗱漢地嗱，規生人就廿敗了，阿佢就講，我無愛，我無愛，不過面我就發現到其實吼。自己去慫恿它是沒有用的，我先了解佢受力嘅地方係哪一片，啊佢講有骨唔好，我就演技啊，哦怕嘛喏，講嘛嘅啦，你唔是抽蛋，我同你講，你是12小時哈，幫你抿下來，我就存錢，我現在可以是賭錢，買商務艙，買頭等艙，哇！那你自己坐後面，對，我自己坐在行李箱裡面。冇啦，因為同佢講，就講哦，我一下嘅比行機冇強用咧，吼，唔但唱做啲名下來，還做啲細聲，我同佢講，還等我還做啲充滿嘅卡拉 OK， 係阿姑爺跟阿聯酋誒。所以我就想說，哎，開始來賭錢後咧，阿從我家婆去米粿了，啊唔過我先本佢風行啦，我先本佢聲音啦，吼講，身體冇問題，你還有賭到錢嗎？還太遲了，注意好。你去外面募款看一下好不好？都清楚呢。都可以發給我，我會冠名這樣子啦，貸款啊，貸款帶起來哈，把票來銀銀杯。我咁講吼，認真講解吼，真的是最實在的。因為哦，摸錢吼，馬改死青圈總得走啊，哎呀，你再有心，你就達不到那個大家讓他舒適的感覺啊。所以我覺得吼，撒網傳錢吶，撒網存錢吶，撒網賞錢吶，還最繞緊。賺大錢，有心發錢最重要。花錢要花在刀口上，然後讓爸爸媽媽開心，達到最大值，該注意好感。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觀眾朋友們要記得，就是我們出去帶電視台音樂時間，千萬要記得，這是有效之旅，不是那個很有效，有效之旅，千萬唔好老是把準做中心點，對不對？對。記得不要把自己當中心點，然後如果你把自己當中心，老是把準做了重心，你就會乾苦。對不對？所以轉換心情，下禮拜繼續吐自己嘅熱愛出去了咯。我記得下禮拜我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要發太大。